疾管署有公告，讲国内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就医人数超过11万人次，平均一个礼拜呢是加3.9%。疾管署也提醒讲，目前全台湾的流感疫苗存无到13万筒，尤其是花莲、澎湖、连江、金门这4个县呢存无到500筒。提醒这个风险族群啊，准备去住就要把时间，因为这批资料了就无会啊。 诊所内底拢是当要看病的民众，天气寒，流感疫情也爱说哩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增加14例流感重症5例死亡，而且类流感门诊急诊人数超过11万人次，比前一礼拜加3.9%。小儿科医生指出，除了因为天气较寒，大家洗手的意愿变低，加上歇寒，有的家长要带囡仔出国，国外流感当咧流行，风险就会提悬。旅游的人开始变较侪，天气较冷的关系，所以密闭空间的活动会变较侪哈。冬天老师很少人会愿意去外面吹风啦，所以室内活动变多的时候，其实传染就会增加。 预防流感、避免重症，上好的方法就是注意风险。疾管署宣布，全国流感疫苗存13万多筒，其中有4个县市：花莲县、澎湖县、连江县、金门县存无到500筒；新竹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基隆县也存无到2000筒。疾管署提起这波资料了后就无啊，若是民众有要做，卡手就要较紧的。 这一季的疫苗打完就截止了，就不会再有增购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接种，因为有80%几的重症的都是没有打疫苗的。 若流感疫情伫咧春节，敢有可能进入流行期？疾管署认为阁需要观察，不过目前看起来机会无大，因为今年国内做流感预防针的人数较侪，疫情就较袂行起来，民众得当安心过好年。记者李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